读得很好。这个几十年来研究儒家经典，现在也是我的助手，是吧？这个他呢专门帮我做了一个 QQ 群，帮我的弟子都专门那个 QQ 群叫什么名字啊？叫花语满天。花语满天啊就把我的那弟子的所有信息都发在那里，是吧？你们都可以到这进入这个 QQ 群。还有一个我们一个网站还有一个网站，我们有中华文化学院，湖南省中华文化学院网站，好吧？我们华盛呢也有网站，我们云山书院也有网站，你只输中文就都可以。今后我们的各项活动都会展示，好吧？第四点呢，我们要马上有个杂志叫《中华经典》，我们代表国家来做的，是吧？做的一个中国经典教育杂志，希望各个朋友你的文章寄到我们这来，把这个中华经典杂志搞好，是吧？这是代表教育部，我们代表教育部，因为教育部没有嘛，我们做好以后就交给教育部，是吧？我们首先把它做好，做好以后，教育部觉得这个杂志办得好，我们教育部来办，那就好了。所以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来把它这个我们自己的，还有第五个呢，我们的有关的教材、有关教学参考书有关的音像资料书，我们会在网站上及时公布，你们要的就直接和我们的刘切宪老师，是吧？有我们刘切宪老师这个刘主任文老师这边联系，是吧？今后我们在 QQ 群里面也可以公布，所以欢迎大家呢可以多交流，是吧？我们有的资料现在整理很多资料，包括服装，我告诉你包括我们的经典服装中华服，是吧？小学生的从幼儿园的开始到老师的春夏秋冬，是吧？我们正这个设计，很多朋友都会参加，是吧？所以正在设计，把这个服装搞好，好吧？这个我们湖南呢，中华文化学院告诉大家反正这2年还在这个地方，帮到新地址，我到时候也会告诉大家，我们新地址在湘江边上，那建得非常漂亮，是吧？政府给了5、6个亿，我正在抓这项工作，是吧？这个建好以后，下一次来我们大家就到非常漂亮的一个校园，是吧？这2年还在这里，估计2年以后再建好。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多加强交流，多加强联系，好吧？完事到湖南来，给我们打电话，住在我们这里，是吧？也欢迎你带朋友来，你要个把人呢，我们就免费接待，带的人多了呢，你就适当交点费用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今天呢，这个结业典礼最后一项形式，议程颁发结业证书这个证书呢是我们正式培训，是吧？正式培训，好。我们下面呢是这样，我们每一次颁发证书呢是一个一个上台，我们每个人留一个光辉形象留到我们学院，我们都把它存起来的，是吧？作为我们历史档案历史档案。所以下面呢我们就一个一个叫一个名字，大家来上台领证书，好吗？先等一下吧，等一下我们合个影。好，第一位老师赖国基老师。好，赖老师，要关掉吗？要关掉吗？我们好，我们赖老师呢还做了一首诗。
晚上公布啊，我们还在网上公布，好吧？来老师，我写的。好，每一个领结业证的老师呢，跟刘院长合个影，完了然后再领一套资料。罗文秀老师。罗老师辛苦了啊！罗老师辛苦了。你那个录下来的，到这个就考1分给我们啊。都有考进。好。谢谢。下一位江景英老师做准备啊，江景英老师。下一位张建光老师做准备。江景英老师。先关它，这个开关它的啊。江老师吧。这个是大小。递一下给你啊，刚才那位老师的资料没拿。江老师。张建光老师啊。下一位周美玲老师准备。张部长。哦，对，请拿了结业证的老师到这边领资料哈。周美玲老师，下一位吴美清老师做准备。周美玲老师，哎呀，周老师，坐好。是王同学了。吴美清老师。下一位朱秀元老师做准备。好，下一位朱秀元老师。吴婷英老师做准备。吴婷英老师做准备啊。吴婷英老师，下一位李怀玉老师做准备。吴老师。谢谢了，谢谢院长。经典优秀老师。下一位李怀玉老师做准备啊。谢谢。院长等一下。来。好了，谢谢院长，谢谢。李怀玉老师。李怀玉老师。下一位，宋米林老师做准备。李老师。宋米林老师做准备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宋米林老师。下一位李佩琪老师做准备。宋老师。这边好，往这边站一点。这边帮我照。宋老师，好美丽。谢谢。谢谢。李佩琪老师，下一位于亮老师做准备。于老师好。李佩琪在这边。下一位于亮老师做准备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于亮老师。下一位曾慧茹老师做准备。曾慧茹老师做准备啊。谢谢。曾慧茹老师，下一位黄金珠老师做准备。黄金珠老师做准备啊。好优秀啊！下一位谢廖秀梅老师做准备。金竹老师，王老师。好嘞。教我就行。再下一位冯应昌老师做准备。好，廖秀梅老师，谢谢廖老师。冯应昌老师做准备。好灿烂的。再下一位陈永红老师做准备。好，谢谢廖老师。好，冯应昌老师。陈永红老师做准备啊。再下一位王爱珍老师做准备。王爱珍老师。你那个字到这儿来做，王伟那些做估计是。陈永红老师。再下一位于秀珍老师做准备。王爱珍老师。就他们在那。于秀英老师做准备啊。秀珍。王爱珍老师，再下一位邱瑞慧老师，好，于秀珍老师，再下一位沈素梅老师做准备。好会说的啦。那个什么？林老师的。对，很有经验了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邱瑞慧老师啊。邱老师。沈素梅老师做准备啊。再下一位蔡吉祥老师做准备。蔡吉祥老师。谢谢。沈素梅老师。沈老师好。蔡吉祥老师做准备。再下一位王玉斌老师做准备。王玉斌老师。你们俩上去我们找。你先看，我们可以找。这个是好，再下一位
潘曼丽老师做准备，潘曼丽老师。吉祥如意。好，谢谢。好，王玉斌老师。潘曼丽老师做准备。再下一位蔡明珠老师做准备。王老师。蔡明珠老师。老师来了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潘曼丽老师。黄曼丽老师。再下一位黄才信老师做准备。黄老师。黄才信老师。黄曼丽老师来了吗？蔡明珠。黄老师啊，黄曼丽老师。潘曼丽老师。那就这边啊，这个蔡明珠老师。蔡老师。黄才信老师做准备。漂亮。再下一位吴佳慧老师做准备啊。谢谢。黄才信老师。王老师。吴佳慧老师做准备啊。再下一位蔡丽月老师做准备。蔡丽月老师做准备。蔡丽月老师。好。吴佳慧老师。蔡丽月老师在吗？在的。再下一位林美云老师做准备。谢谢吴老师。好，蔡丽月老师。蔡丽月。下一位林美云老师做准备。林美云老师。再下一位江一素老师。江一素老师。林美云老师。林美云老师这边。林老师这边。江一素老师做准备。下一位朱明堂老师。朱明堂老师。这边有照，看到的。好，江一素老师，朱明堂老师，再下一位李启乐老师，李启乐老师，经常联系啊。李启乐老师，好，朱明堂老师，李启乐老师，下一位林月云老师做准备，林月云老师，好的。林月云老师做准备。李启乐老师，再下一位林佳琴，林佳琴老师，再下面黄继清老师做准备啊，林月云。林老师。林佳琴，是真不是林家珍哦，不好意思哦。三点水吧。三点水是吧？不好意思，我念错了。林家珍老师，抱歉啊，名字我不认识。黄继清老师准备。黄继清老师，再下一位张少华老师。张少华老师。张少华老师。孔子圣像，多一点，过来。黄继清老师在吗？又靠近了，这样孔子圣像才会照到。回去就满足你的期盼。好。好，黄继清老师。王老师。好，再下一位邱梅兰老师。邱梅兰老师，哎呦，我要避开过去。太过了。邱梅兰老师。让人站在这边才对。张少华老师。张少华老师这边请啊。再下一位梁德妍老师。梁德妍老师。梁德妍老师。少华。邱梅兰老师。梁德妍老师。再下一位梁元老师。今后多联系啊。邱梅兰老师，这边请来。梁德妍老师。哎，你是来好的。好，梁德妍那个报告。下面是梁元，你是梁元提出来了。来了，谢谢主席。来。谢谢刘学。梁元老师，下一位是房俊春老师。马上。啊。好的。再下一位肖冬梅老师。聊了没有？没有。不会呀。啊，你这怎么就更新图片呢？没事，有行了，我发给你得了。这是。对。来，下一位梁元老师这边。哎。我们这个经典接班人。好，房俊春老师，下一位肖冬梅老师，再下一位陈宗老师，这位哎呀，肖冬梅老师啊，
在下一位陈忠老师。家里我们的。在下一位孟金松老师。哦，没叫呢。来，耽误点时间。来，1、2、3，好。孟金松老师啊，肖冬梅老师。肖冬梅。坐在这儿吧。坐在加入了。陈忠老师这边请。非常好。孟金松老师。陈忠啊。再下一位徐露露老师。徐露露老师。肖冬梅老师。徐露老师。好的，这个孟金松老师。再下一位黄仁华老师。黄仁华老师。黄仁华老师在吗？都在后头。你帮他拿了吧。卜丽婷老师，下一位卜丽婷老师，再下一位李丽娜老师，再下一位这边，卜丽婷了。再下一位李丽娜老师，老师好。对，这边，再下一位廖丽玲老师，再下一位廖丽玲老师，这边李丽娜老师啊，廖丽玲老师，下一位，再下一位宋小雨老师，再下一位宋小雨老师。我也是给你叫2声。啊，你先出来。宋小雨老师在吗？廖丽玲老师在吗？推广主任呢？宋小雨老师在吗？廖老师。再下一位唐振春老师，唐振春老师。